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介紹嘅二手樓盤咧就惠景軒啦。咁惠景軒咧一共有3座嘅，而依個屋苑咧亦都可以養寵物。咁佢實用率咧係680尺。咁而家業主放售價係630萬，不過個價錢仲有得傾㗎。咁景觀咧有少量嘅海景啦，夠高層，仙氣十足㗎。好啦，我唔講咁多啦，大家一齊睇片啦。咁入門啦，我哋個左手邊咧就係廚房位 ，U 型工作平台。有窗，景觀亦都好開揚，咁亦都係屬於原裝間隔啦。不過廚房就有點舊啦，咁都要執下裝修。咁過嚟另一邊睇睇，右手邊啦，浴室同埋呢個洗手間。惠景軒呢個浴室位呢，客廁呢係比較寬敞啲嘅，大家都睇到。咁有窗啦，空氣又會流通。再過嚟呢邊睇睇，一個巨大闊落嘅客飯廳，比一般屋苑咧實用好多，放埋啲家私咧，仲有空間走動添。咁我哋移步到露台啦，一個落地玻璃趟門，夠晒高㗎，仙氣十足，採光亦都好足夠。今日天氣非常之好啊，藍天與白雲，心情更加開朗添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一定記得要點讚、訂閱我啊！多謝晒支持。咁呢個呢，就係整體上嘅客飯廳啦。好，而家我哋移步去房間嗰度睇睇。到睡房介紹啦，咁有3間房間，用途多啊。其中一間做書房或者衣帽間，隨你哋喜歡。好啦。到中間呢個房間啦，唔少得你小朋友預留俾你哋㗎，有私人睡房、床、衣櫃、書台，面積剛好，擺設到晒所有嘢，咁景觀亦都開揚。好啦，到最後介紹呢個主人套房啦。咁呢個主人套房呢，就4正啦，有床啦、衣櫃同埋書台嘅，咁都足夠空間擺設㗎。咁仲有一個大窗戶啦，景觀亦都望到更遠嘅景觀，同埋有個小海景添。咁我哋再入埋呢個浴室位睇睇啦，咁有窗同埋起光。如果對呢個單位呢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打電話俾我，我帶你睇睇。好啦，講到咁多。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